法国各地最近发生大规模的抗议，因是封锁巴黎对外的道路，抗议政府的这个农业政策是根本无法度来帮助农民改善生活，而且就连这个世界有名的画《蒙娜丽莎》也互人破汤，这场面是真激烈。 因为示威气候运动的人士对罗布江所收藏的名画《蒙娜丽莎》破汤，抗议政府的农业政策，领游客看到了拢惊一个。这是这几年来真侪环保团体或者是异议人士定来用来抗议的手段。好佳在汤只是破伫咧保护为做的防弹玻璃顶头。Oui, je suis complètement, je comprends 1000 fois comment dire, les revendications. Mais par contre, le rapport avec l'art, je ne vois pas pourquoi atteindre les œuvres d'art. 环保人士讲，罗布江的行动是为了要提醒大家注意粮食生产加农业部门占温室气体排放量20%，强调法国的农业系统破病啊，农民怎么是伫咧硬经，要求要进行改革。 虽然一个吹者上任的新总理艾塔尔有宣布几项让步的方案，包括撤回慢慢调降农业柴油补贴的计划，但是农民认为这款措施无法度帮助因减轻债务加行政压力。26开始上街头示威，一个发动全国串联，把主要道路拢冻掉的。南部的城市蒙彼利埃。 农民先火示威，那帮要农民把规卡车的红番姜烧掉，抗议来自监管较严的国家的无公平的竞争。因要求政府改善农业产品的绩效，设法提高农业的收入，也个减少官方繁杂的行政程序，并且伫咧全球化的情形下，保护法国农产品面对外国进口产品的恶性竞争。 Combien d'années on dit ah c'est merveilleux, le Premier ministre a dit qu'il allait soulager les agriculteurs. Ça fait 7 ans qu'ils sont au pouvoir. Pourquoi est-ce qu'ils ne l'ont pas fait? Pourquoi est-ce qu'ils attendent d'avoir des agriculteurs qui se suicident? 法国上大的农业组织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宣布，8月下昼开始无限期包围首都巴黎。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兰是讲，会采取更加侪措施来满足农民的要求，并且动员15000位军警来应对农民的抗议活动，防止农民入侵巴黎。也不要要求军警爱小可较早一点。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